来看桃园有3间再生燃料 SRF 厂被进驻桃园科技工业园区。之前桃园市政府是不准，也毋过经济部撤销桃园市政府的废资处分。桃园市长张善政是批评讲，经济部的立场是反其反倒，嘛强调讲市政府已经会依法严格来审查，未互无达到标准的业者过关哦。现市长倒英台嘛表示讲，会要求经济部要爱加强说明。对不起。国民党立党团在伊召开记者会，批评中央讲话无准绳，汤市府禁止 SRF 厂入园。也毋过经济部即马煞推翻，撤销汤市府的废资处分。国民党团执旗执政党选前后顶，选后并倒。中央反复并且让地方非常为难，那么最后还要甩锅给我们的地方政府我想不管是我们观音的居民，不管是我们桃园市所有的市民我们完全不接受中央这样蛮横的做法。我们要捍卫我们刚刚讲的居民健康，土地的面积该合配给多少适当的排放量，就是这么多，不能超出土地面积该有的配额。汤市长张善政表示，有关超量污染物排放权，会强烈监督捍卫居民的健康，会要求市府依法严格审查，绝对袂互无达标准的业者过关。市府也会启动关键权限来反制，期望都会收回超量污染物排放权。对 SRF 进驻前期，经济部长郭志辉早起出席立法院无做回应，颠倒是行政院长倒用台话声，爱经济部爱适度加强说明。这是一个新的科技技术，各方的意见有若干的不同，那我会要求经济部就 SRF 这样的新的一个产业技术，能够适度的再加强说明，希望地方政府做决定前后要跟人民、要跟业界多做一些沟通，让这个事情有一个圆满的决定。我们环境部是加严来处理，会有一个全面体检，然后有一个辅导团。我们也会设定一些标准，让这个能够空气品质能够改善。所以会强力来处理这个事情。环境部长彭启明强调，会加强处理全民体检，因过居民烦恼，这3间固体再生燃料会产生空污问题，中央要安怎消除居民甲地方政府的积极声音，恐惊也有讨论的空间。记者综合报道。